大家好，我係識條鐵達文西，今期繼續 SD 高達類傳吉克吉恩篇第3彈阿爾加斯騎士團。上回講到騎士高達用光之弓同光之箭封印咗巨人賽科魔像，拉庫洛亞王國恢復翻和平，而騎士阿姆羅為咗修行踏上咗旅程，佢嚟到咗阿爾加斯王國，喺森林裏面遇到咗精靈卡圖紐木，佢教識咗阿姆羅力量技能同魔法三者嘅關係，只有掌握三者之間關係才算真正嘅強者。有一日阿姆羅遇到劍士扎塔高達、鬥士雙扎塔高達同埋法術士牛高達，佢哋正喺度對抗怪物，於是阿姆羅出手一齊將啲怪物打走晒。原來佢哋係阿爾加斯騎士團嘅小隊長，分別帶領住騎馬隊、戰士隊同埋法術隊。最近聯邦族嘅阿爾加斯王國被吉恩族嘅民佐帝國入侵，騎士團團長指揮官騎士阿力克斯仲俾佢哋捉走咗，仲順走埋3件聖寶武器。冇咗指揮官嘅騎士團亂成一團，於是阿姆羅自薦想見阿爾加斯國王。國王雷布克斯得知阿姆羅嘅事蹟，於是請求佢幫助帶領騎士團，順便打過去民佐帝國救翻阿力克斯。扭扭擰擰之下，阿姆羅答應咗，仲換咗套新裝備迪傑之海，開始訓練一盤散沙嘅騎士團。國王有個仔叫王子卡繆，佢中意咗民佐帝國嘅公主婉麗，要求同騎士團一齊前往民佐帝國。終於騎士阿姆羅同王子卡繆帶領住騎士團攻入民佐帝國。民佐帝國有3個隊長，人稱吉恩薩摩團，依家仲人手1件聖寶武器。佢哋3個攔住騎士團，阿姆羅即刻提醒緊記訓練嘅成果，技能克制力量，魔法克制技能，力量克制魔法。於是3個小隊長各自揾到自己嘅對手，劍士扎塔高達單挑鬥士德拉森，鬥士雙扎塔高達單挑就術士卡碧尼，法術士牛高達單挑騎士巴烏。阿姆羅同卡繆就繼續前去解救阿力克斯。兩人去到宮殿，發現民佐國王康孔同佢個女康孔坐喺王座上，見到阿姆羅就神色唔對，仲自言自語到佢哋打到入嚟啦，救救我啦，吉克吉恩大人啊！原來又係吉克吉恩搞鬼，佢一直暗中遠程操控住民佐帝國引發戰爭。一個暗影係王座背後奸笑，然後消失咗。王座突然之間變成怪物，仲食咗國王康孔同公主婉麗，最終成為大 boss 迪怒但丁。阿姆羅同卡繆兩個根本唔係佢對手，好在阿爾加斯騎士團3人趕到，佢哋之前同阿姆羅嘅特訓冇白費，用自己嘅優勢克制對方，仲攞翻各自擅長嘅聖寶武器龍之騰獅之斧同埋梟之杖，3人完全發揮出聖寶嘅威力。怪物受到聖寶影響，嘔翻康孔同婉麗出嚟，然後徹底被消滅。最後眾人成功救出騎士阿力克斯，王子卡繆亦得償所願，同公主婉麗喺埋一齊，兩國又再一次恢復咗和平。騎士阿姆羅完成咗任務，將團長嘅職務交翻俾騎士阿力克斯，同時阿姆羅邀請阿爾加斯騎士團等人到訪拉庫洛亞，一齊慶祝收復後嘅拉庫洛亞城堡。欲知後事如何，請待下回分解。希望各位大佬中意啦！有更多關於 SD 高達嘅資訊，可以登入上面地址訪問。有什麼意見建議，歡迎留言。求大佬們一鍵3連。我係你的識條鐵達文西，拜拜。